人对我讲，咱来去摇花的厝，我就欢喜。这时，请咱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就唱歌。圣诗69首，请咱起立来吟。接着咱三甲二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伫上个主日，你是赐予阮遮尔水的天气，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刻薄的心，要来到你的圣殿，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因为阮知你是完善的源头。你的名是值得学乐，你的慈爱永远拢甲阮伫地。今仔日是圣主日上时，也是阮守圣山的主日。求主你阁互阮阁一遍少念主你，为了阮要拯救阮世间人的罪，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完成救赎的功劳。主求你。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因为你的受死，互阮的性命阁一遍得到大的改变，也阁一遍求你的圣神照着圣餐，互阮的心灵阁一遍得到充满。因为阮知，既若谦卑接纳你的，就要成做阮生命的主宰。阮是何等的福气，阮会当伫万人中间受主你拣选，成做你的囝儿。因为安尼，阮的生命得到改变。因为即马活着的，毋是干那阮家己，是主耶稣基督活伫阮每一个人的内面。阮会当成做一个新造的人。阮愿意一生拢会当跟对主你做一个忠实的信徒。主，阮知虽然阮已经受洗，成做你的囝儿，抑阁阮犹阁是一个无完全的人。阮时常活伫罪恶的中间，阮也过头追求世间的物质，阮也放纵私欲，阮甚至常常有歹的念头，或者是讲出伤害人的话。阮无够额会怜悯疼人的心，阮常常掠家己最大，
求主你赦免阮，也体谅阮人的软弱，也阮每一工才着祈祷，才着读上帝你的话，互阮有够个信心，会当来阻挡所有罪的诱惑，互阮会当做一个真正合上帝心意的基督徒。因为你讲，阮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的确要赦免阮的罪，洗净阮一切不义。这时间，阮也要为上帝来恳求，因为双年教会对主你领受大的恩典，阮应该阁有较大的使命，将福音会当传到更较侪人，因为安尼来信主。所以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双年教会的主任牧师团中级以及正信徒同心服侍，互阮会当迫切来参加教会祈祷会，也会当来温群来读圣经。互阮所服侍的事工，无论伫宣教、伫社区、伫社会福利等等的事工，阮知这拢是经济上好的机会，互未信的人会当得到主你的福音。求主你帮助阮，会互阮阮的教会所定的意向，就是用宣教、牧养为导向的教会来跑走。互双年教会所做的事工，真正会当得到主你大的祝福，真做合主心意的教会。这是阮要为了阮兄弟姊妹中间身体病痛，也是有心灵忧伤，或者是伫工作上、经济上真正拄着困境的，求主你的圣神，甲因每一个人同在。使因有够个的信心甲气力，会当赢过一切试炼，互因的生命悠远，充满盼望。因为阮知主你是患难中唯一的倚靠，阮应当一无挂虑。凡事阮着借着祈祷、恳求甲感谢，将阮的需要上帝来恳求。你的确要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予阮。主求你带领阮今早起的聚会，互阮会当真做芳的祭献伫主你的面前。阮安尼恳求无够个，求主你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三角来祈祷。愿你主你的平，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前，伫地如天呢。愿你施行予阮，赦免阮的过犯，像是阮会赦免过阮的人。无你传入世，叫你阮脱离歹个，伊国权能永定永续，代代如今。阿门。咱三角来启用21篇伫圣诗后面第32页，启用21。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
就感谢伊，学了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这时，请咱阁起立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281首，请咱起立来吟。这时，咱有缘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在天地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交胎，对在圣母玛利亚之时，因阮对为了多年来受苦，变是一个信爱众荣耀。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打坐转天地上帝和平，伊个对咱来心化化来世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圣道相逢，做社会，着帝国话，永远的华名。阿门。请坐。这时。赞美，咱要请圣歌队，因要所吟的诗是“我主得救讲”。我
感谢圣歌队用这样水的诗歌来听咱来敬拜。这时来攻读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书11章28节到30节。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现代中文译本19页，台语汉语本23页。28节，来啊！所有劳苦背重担的人，拢到我遮来，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恁要背起我的担，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安尼你就会当得到安息。我的担是容易背的，我的担是轻的。以上，愿上帝祝福咱听伊的话、顾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仔日咱主任牧师要带领，要传道讲，互咱的信息是木星系列的第6安息，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安息。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来透放阮，互阮得到重新的快乐。主，阮即时要静静伫你的面前来听听你的话，求你帮助阮，安静阮的心。互阮领受你的话语，无任何阻碍。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毋知影敢会记得牧师伫即个木星系列第1讲，讲到一个题目叫做心乱啦。咱讲到即个世代人受到真侪外在环境的影响，伫到咱的心有时会真乱真乱。但是，一旦咱的心乱的时阵，就造成咱内在生命真侪无共款的问题，造成心乱的原因，之就是背重担。常常有真侪人来找牧师讲，牧师啊，我是来背真侪的重担。生命中间有真侪时刻咱承受太侪重担，滴到咱亲像石头缀伫咱的心肝滴到咱强无法度喘气，足艰苦的。所以牧师爱大家来注意听今仔日的信息。今日一开始，牧师要先甲大家分享背重担的原因。咱知影背重担有真侪无共款的原因。伫我牧会的期间，我发现有真侪来寻求帮助的人，真侪人有逐形逐色的人，逐种无共款的人，拢背真重的重担。咱拢若准讲只有咧背重担，别人拢真轻松。比如说有个囡仔来找我，学生囡仔来找我讲，牧师啊，我安尼爱读册我课业的重担是缀啊我真大的压力。我看阮老爸老母敢拢咧佚佗，伊老爸老母来找我讲，我看我咧为着负担这家庭的经济的需要，背足重的重担。我囡仔尔只要读册尔，规工拢咧埋怨。所以有时阵咱真正咱详细去想啦，咱看咱四周围的朋友每一个人拢背无共款的重担。所以今仔日我首先要甲大家分享背重担的原因，有无共款的原因造成咱有重担。为着方便大家了解，而且来记忆，所以牧师会利用一些人历史中间的事件来帮助咱了解背负重担的原因。咱知影伫一些历史中间有真侪无共款重要的关键阶段。首先，一些人原本是伫埃及咧做奴才，上帝怜悯伊，所以差遣伊的奴仆摩西，带因出埃及。然后伫出埃及了后，因伫进入迦南地进前，因伫旷野流浪40冬。这是旷野流浪的时期。
后来伫约书亚的带领下面，因进入上帝应允的迦南地，后来建立因家己的国家。但是了后，因为因无守上帝的诫命，离开上帝，所以上帝兴起外族来攻击因，最后互因的国家破碎灭亡。咱看到因的历史中间，这个真重要的事件会当帮助咱了解咱身躯心灵所背动的。首先，第一种咱背动的原因，就是心灵被捆绑，好亲像以色列人伫埃及同款做奴才。咱的生命被某一寡代志、某一寡事物、某一寡人所绑掉的，直到咱内在有真大的困境。咱想要脱离这个困境，但是咱确实无这款的困难。有一寡人受金钱的捆绑，做金钱的奴才。家己有期待讲，会当增加家己的收入，直到因为过头投入，直到若无够达到咱的期待，咱重大压力就来。有的人做工作的奴才，无法度对工作顶面享受喜乐，反倒感觉工作是一种重担。若去上班的时候，就真侪重担。下班了，就是烦恼讲明仔载该去上班，所以工作诚做伊的重担。有的人被情欲所束缚，无法度挣脱迄个情欲的代志。甚至才有真侪人，今仔日有真侪人被网络束缚，有真侪少年人被或者电动佚佗所束缚。咱的心灵一旦被捆绑，生命就背动荡。这是第一种造成咱心灵重大的原因。第二种，咱看见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伊进入旷野。伫旷野中间，若无有人引带，咱就找无方向，就会陷入迄个困惑迷惘中间。咱的心灵若行入迄个心灵的旷野的时阵，找不着人生的方向的时阵，嘛相共。一个人若陷入迄个迷惘困惑中间，内心就背负重担。毋知大家敢有即款的经验？当咱人生中间要做一寡决定的时阵，有时阵找不着方向，找不着答案，你的心肝就好亲像一块石头来缀牢的，感觉真艰苦。希望代志赶紧解决。做牧师有时阵有即款的重担，有时面临着真侪代志，也是讲为着一寡人的问题，毋知要安怎处理。安尼做也毋对，安尼做也毋对，规个心思意念都互遮个代志所捆绑，背负真大的重担。若代志解决了，哇，心头那亲像这石头安尼放落来。其实做牧者有一个甜蜜的负担嘛，就是讲真侪信徒信任牧师，所以伊会来我讲真侪遮因生命中间的重担讲的煞有变做我的重担这歹真侪重担有时阵找无一个出口哇，生活真艰苦。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咱看见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经过旷野40冬的磨练了，因伫约书亚的带领下面进入这迦南地了，看起来改成亲像开始要好开始日子要过了较好但是咱知影，伫应允的地顶面，依然存在着真侪挑战，有真侪征战甲游戏咧挺效应。咱的人生嘛会相款，有时阵上界危险的时阵，毋是讲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因为拄着困难的时阵，咱会警醒嘛。但是上界危险的时阵，往往是顺利平安的时刻。往往咱工作顺利、事业成功的时阵，迄个挑战就哪来哪济，有效就哪来哪济。甚至有个人因为真成功，所以伊惊失败。成功的人惊失败，内心的重担就真济。我捌看过一个访问，就是访问迄个《海角7号》的迄个导演魏德胜伊讲《海角7号》这出片的成功，互伊充满惊吓。伊讲伊若亲像一个实力只有60分的学生，
拄好考100分，注释考100分，我想讲后一遍毋知要考几分，所以压力足大足大。其实牧师嘛会相共，有时阵伫牧养的过程中间，期待讲拢会当真平顺、真成功、真顺利。比如讲准备讲道，嘛毋茫哦。其实我每一遍拢真认真准备，我嘛毋茫讲每一遍的讲道片拢会当感动大家，但是造成迄个无共款的压力伫身躯顶所以我记住我过去有时有压力的时拢学袂做梦我毋知恁敢会甲我相共过去咧做学生时代，伊讲毕业无偌久了拢会做一种梦，就是讲我考试到啊，我即声拢无读，嘛无去上课，嘛毋知要伫倒考试，即声落啊，我足紧张足紧张，梦醒啊，感谢主我已经毕业啊即马做牧师了做另外一种梦，梦着讲哇，讲道时间要到啊礼拜时间要到啊，煞迄个西装裤穿袂起来，看那穿拢穿袂起来，是讲无舒服，穿了找无迄个卡啦。足紧张，足紧张对迄梦醒起来了，我紧去找无舒服穿起来，无师娘讲今仔拜六你是要安怎所以有时阵迄个心中迄款的重担有时无讲出来，大家无清楚。其实我嘛理解，咱每一个人在座所有的人，多少拢有无共款的重担，阁有一种重担。就是来自外在攻击。咱看见以色列人伫迦南地起造家己王国了，伊是无偌久，国家就因为无合一，所以分裂做南北两国。后来对上帝无敬虔，整个国家就受外族的攻击、侵略，到落尾，南北两国分别被亚述甲巴比伦给灭无啊。咱的世嘛是共款。心若乱，心若静袂落来，心自然愈来愈软弱。外在攻击一出现，心就被拍败。这外在的攻击包含啥货？包含环境的无顺利，包含关系破坏，包含拄着病痛、拄着意外、对咱肉体的攻击。这攻击来临的时阵，咱的心就承受搁较大这重担。所以我知影，咱在座大多数的人拢背重担，有的来自受到一寡代志的捆绑，有的更亲像人生的旷野中间找无方向，真困惑迷惘；有的人惊失败，有的人拄着外在的攻击，所以咱背负着真大真大的重担。拄着即款的情形，咱要安怎去面对？感谢主。面对这款的困境，咱的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咱带来迄个无暗梦中间的迄个光明。耶稣基督对咱所有背重担、劳苦的人提出一个邀请，伊邀请咱进入迄个享受安息的甜蜜。所以主耶稣基督对咱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会当来我遮，我就互恁得到安息。主耶稣用温柔的声对咱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都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当咱身体心灵感受到野神困苦的时阵，主耶稣基督邀请咱进入伊的安息中间。伊同咱讲，来到伊的面前，咱的确会当享受真实的安息。咱来明白圣经中间这个安息有真深的意思。这字原本就是咧做世人咧耕作的过程中间，咧种植的过程中间的一个专用字，就是讲一块田园经过使用几啊冬了，这个田园就慢慢伊个生产力就降低，种的作物生产收成就哪少。所以做世人，伊知影即款的情形，伊就互即块田园休困，华语叫做休耕，互伊休困一段时间了，然后等这段时间过了，这田园就佮肥起来，咱佮来种植，这田园的收成就会加倍增加。
这叫做安息。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伫遮讲安息，就是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伊要将咱的重担放下，然后伊要互咱重新得到快乐，互咱会当担迄个正确的担。所以咱来看，咱如果若需要放落咱的重担，咱若需要重新得到快乐的，咱来看主耶稣基督安怎邀请咱进入伊的安息中间，互咱享受真正的安息。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三个步骤，吼，咱一步一步对耶稣基督来学习，得到真正的安息。首先第一项，主耶稣基督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会当来我遮，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所以第一项代志，咱就是爱去到耶稣遐亲近伊。耶稣讲：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这逐咱讲爱做三项代志。第一项，爱来投靠耶稣。咱来到主耶稣基督遐来投靠伊。如果你心中充满痛苦、背真重的重担，内心无法度安静落来，咱来投靠耶稣。投靠就是啥物？投靠就是专心倚靠，全人托付予上帝。咱细汉的时阵吼，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咧哭的时阵吼，咱看到咱的老爸老母安那，咱第一个动作就是走过安那，老爸老母来摸落去，摸起来，投入迄个老爸老母的怀抱中间。我拄则看到一个囡仔吼，无说哩跋倒，伊就开始要哭吼，要哭之前去看看吼，看迄边仔看有大人无吼，看大人哦，哭大声吼，迄大人来抱起来，吼，伊就伫伊的怀抱中间，哦，会通得到保护。所以第一项，咱拄着劳苦背重担的人，咱就是爱找着耶稣，投入伊的怀抱中间。好，这是第一项。因为圣经甲咱讲，投靠耶和华，强过倚靠人。吼，即句圣经真特别咯。伊是诗篇118篇的第8节，吼，1188，吼，这是吼圣经中间吼上界中迄节啦，吼，因为咱的圣经吼总共有31174节，吼，即节拄好是15587节，拄好是上界中迄节。但咱讲一个真中心，咱的信仰的中心，就是爱投靠迄个会当倚靠的上帝。上帝是全能，是信实，是永远伫的，是可靠的上帝。所以咱投靠伊，无倚靠任何人。这是第一项，来投靠。来投靠了吼，咱就爱学习第二项，就是爱交托啦。如果咱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一直靠讲啊，我有重担，我有重担，我有重担，结果你无要将迄个重担交出去，也是讲明明已经交出去，你还搁咧烦恼。这拢毋对，来亲近耶稣，你爱将重担交出去，交托出去了，而且爱安怎，毋通阁继续烦恼。吼，咱看见保罗先生安尼讲，伊讲恁应该一无挂虑，爱伫祈祷中间将恁所需要的甲上帝讲，然后用感谢的心去祈求，上帝所赏赐迄个超越人所会当理解的平安。好啊，本的圣经讲。出咱意外的平安，会借着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怀意念。而且保罗甲咱讲，当你背重担、劳苦的时阵，你有两个选择。第一选择就是继续挂虑、继续烦恼；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祈祷，靠着祈祷了，将所有的交托出去。所以咱伫遮明白。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投靠伊了，爱将迄个重担放落，交予主耶稣基督，毋通搁再烦恼。然后第三项，就是咱来信从吼。咱看见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安尼讲：咱已经甲因同款听见福音，因听见信息，并无得到利益。为虾米？因为因听见的时阵，无用心去领受，咱相信的人会当享受上帝的安息。
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上帝的话，会当互咱得到安息。但是咱听到上帝的话了，爱安怎？爱用信心去领受，这是爱相信。人只要相信主耶稣，咱的罪会当得到赦免，因为咱的背重担是因为咱背太济罪恶的重担。但是主耶稣基督为咱放下性命，所以当咱到十字架顶、十字架下面来投靠主耶稣基督的时阵，罪的重担就会脱落，咱的心灵会当得到真实的安息。亲像劳苦担重担的人，放落这个重担同款。这是第一步，就是咱来投靠主耶稣基督，然后无烦恼、专心信靠伊的时阵，咱会当将重担交托予伊，放落咱的重担。你来看，咱毋通停伫遮尔吼，咱来继续来看吼。第二项，就是主耶稣基督继续勉励咱，讲爱背伊的担。主耶稣讲：“我的心温柔谦卑，恁着背我的担，学我的款式，安尼恁的心就较享受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的。”主耶稣讲：“恁着背我的担。”咱会感觉奇怪，咱都明明要将迄个重担来放落对无？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讲咱爱去背伊的担？其实伊是有目的的。好，咱来理解，这个担吼，就是咱的责任啦。吼，咱的人生中间无可能无一个人无负责任嘛，除非吼，咱得到永远的安息。无咱拢一定爱担咱的担，咱的责任。所以耶稣要进一步来帮助咱，互咱会当有能力去背负咱的责任。亲像拄则所讲的，一块田园吼，你互伊休困，互伊休困的目的，毋是要互伊趴远呢，是要互伊重新得到快乐，会当搁种植，会当搁收成搁较济嘛。所以咱将重担放落了，咱爱搁背耶稣基督的担，顺服耶稣基督，帮助咱会当负起咱真正的责任，吼，背负咱的责任。所以耶稣基督咱讲，我的担是容易的，吼，大家有圣经翻译做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吼，我的担是容易的。其实这个容易这两字吼，伫希腊文中间有真正的意义，就是讲我的担是非常适合恁啦，吼。这个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讲，伫以色列人中间，伊要训练吼一只无耕作经验的牛吼。这做些人会将即只无经验的牛，甲另外有只经验的牛吼，互因同背一个担吼，亲像这吼，咱这较老辈捌看过这啦吼，少年辈可能无看过吼。这个就是担啦，吼，这担吼，毋是干那安尼尔，咱知影这担吼后壁佫有。中国有一支直的吼，这是环的对无？中国有一支直的，后壁接这个，我另外一个图互大家看吼。就是讲后壁则佫有一支直的，用这个犁头吼，安尼才当耕田嘛吼。所以咱来看，要说讲这个担吼，我的恶是容易的，意思讲，我这个担是真适合，是照你这个牛的形体去设计，是为着你特别。设计，所以真适合你，吼。然后，所以咱拍起来吼，袂受伤，吼。而且迄只比较较有经验的牛吼，伊知影安怎出力，吼。像一只较有经验的老牛，带即只较少年的新牛，伊咧行时，伊知影安怎出力，吼。所以大多数的力，拢互即只老牛拍咧。即只牛，即只少年的牛吼，只要甲伊排即个担，吼，慢慢对伊的骹步来行，顺服伊，安尼伊会真轻，吼，即个担是真轻的，吼。所以咱来明白就是讲，咱的人生无可能无背责任啦。吼，我拄则讲，除了永远安息以外，若无咱伫今生中间，咱来学习安怎去找着正确的担，吼，而且用正确的方式去背即个担。来背耶稣基督爱咱承担的责任，而且伊应允讲要甲咱同背即个担，咱自然而然
袂感觉真重。当咱愿意安尼做的时阵，咱会当进入第三个步。主要说讲，你爱额外款式，意思爱跟对伊。除了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顺服耶稣以外，咱还去跟对耶稣基督的骹步。亲像咱拄则看到迄两只牛，即较有经验的牛，伊行一步，即细只牛对伊行一步，伊行，即只细只牛就对伊行，伊停，即只细只牛就停，伊挖，即只细只牛就对伊挖，安尼学一段时间了，伊就老练起来，伊就袂感觉伊所背即个重担是一个真重的重担。咱来注意哦，即个担的形状，哪亲像一个十字架。咱的人生嘛有真济无共款的十字架。当咱面对来自外在的攻击，还是讲咱伫成功时阵会惊吓，或者是咱找无到人生的方向的困惑，或者是来自其他事物的束缚，请会记住，先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投靠伊、交托伊、信从伊的带领，跟对主耶稣基督的脚步，咱承担咱应该承担的责任。主耶稣基督嘛安尼应允保罗讲，我的恩典够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顶面显得完全。主耶稣基督会帮助咱背起咱的十字架，只要咱专心顺服，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伊会互咱承受的重担感觉真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中间可能大多数的人现主是拢背重担，但是主耶稣基督邀请咱进入伊安息中间，互咱一步一步得到开展，愿上帝帮助咱。这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开起来，咱领受今仔日上帝话语，帮助咱明白，要安怎得到真实的安息，而且对这个安息顶面重新得到开展，跟对主耶稣基督的脚步来行，而且互咱会当承担咱人生应该爱承担的责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阮伫中间如果有背重担的人，求主帮助阮，互阮来到你的面前，将阮的重担放下，安息伫你的内面，透过安尼重新得到开展。我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用你的听充满阮，互阮会当得到力量复原。互阮会当对你的脚步来行，背起阮的十字架来跟对你，互阮会当承担阮人生的责任。透过安尼，互阮的人生更较丰富，也互你的名得到荣耀。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请咱搁起立来吟诗，圣诗219首，祝你身躯退我，受伤拍破，请咱起立来吟。
即时来领受圣餐。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加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领受主的圣餐。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咱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既若劳苦担重担的人，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伊安尼讲，枵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平安，甲咱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的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提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三甲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司。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神来圣白阮。也圣别者会摆咧伫你的面前的饼加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透过你稳定的帮助，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的性命通荣耀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当你摕着这个饼，请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咱得着救。
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来行安尼来孝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孝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当咱摕着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流出的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请安尼来效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甲你同坐道，领受你的圣餐。透过安尼，互阮明白你真实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能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当了后，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是请咱备办心来奉献。欢迎第一摆来双连教会聚会遐个姊妹，伫你座位头前有留名卡，请你填写了，到阮收奉的结束，互阮才会当来甲你介绍，必须咱来奉献。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赐予阮每一人拢有真大的恩典，互阮逐项拢到家。阮会愿意将阮献上做助你好的路用，甲做助你通用的器具。这是阮奉献淡薄的金钱，要诚做圣工的路用。阮安尼恳求，拢求到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接着来报告，咱来看周报第4页。本周的特别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社福事工关怀主日，请咱兄弟姊妹来关心原住民社区发展中心伫原住民部落的福音的事工。咱教会下半年的事工的行事历已经有公布咧10楼，若要影印的，咱就当去走廊去摕。若需要电子档的，咱就当到咧教会官网来下载。咱本会赖信道老师咧对7月初5到30有请休年假，伊的职务代理人是咱梁维仁牧师。遗体关怀，咱恭喜本会会友林尚志先生，就是林李丽丽姐妹的囝，甲尤尚仪小姐要订立7月初7，就是本礼拜六下午2点30分，伫本会10楼要举行结婚感恩礼拜。咱兄弟姊妹来关心。第2就是本会会友郑秋惠姊妹老爸郑希典兄弟伫6月27日安休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慰祝。因要订立7月14礼拜六早起10点，伫第二宾友馆至善厅要举行日念告别礼拜，请咱兄弟来关心。咱本周的读经的进度，请咱有缘继续咱拍拼来群读圣经。咱来看第5页的所在，教会的消息。会友若需要牧师祈祷的，咱会当每一个礼拜日，咱会当伫你的组前，你会当写你的名，嘛会当毋免写你的名，咱会当交奉献的职事，咱牧师会伫全教会祈祷会中间为恁来代祷。第2就是咧，请咱若需要特别要祈祷服侍会友，伫第2场礼拜后，咱到伫灵修室祈祷时间到13点25。第3场礼拜后到讲台前，由咱迄日服侍的牧师甲长老来为恁祈祷。其他装备委员会的消息，特别咱来看书记儿童的宣教营甲团宣队5万，咱的家长咱来关心，互咱的子女来参加。牛埔庄的讲义所，咱伫7月初5到7月12，咱有2讲，请咱详细咱家己来看。圣乐委员会的消息、教社委员会的消息、甲福利分区的消息，以及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咱拢请咱家己来看。团契聚会消息，咱相邻团契伫7月初2，就是后礼拜1伫9楼，咱要请蔡牧师演讲。妇女团契是参加联合团契的聚会。以上报告，那报告无对的，请咱详细咱详细来看。下面咱要请咱的牧师来做切恳的祝福。伫即个切恳祝福进前咱先来介绍新的朋友今日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遮有萧敬如神师，小姐，歹势，萧敬如小姐，好，在遮那个朋友工作欢迎。佫有赵牧民神师，伫顶面欢迎。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无介绍着
且咱遮贵宾等下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席吼，请边仔人来引带去吼，咱再搁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吼。咱这个时阵要来做咱书记有真侪遮的宣告活动吼，以及咱伫今年有第二宣告有4位兄弟要去甲缅甸吼参与遮个宣教活动所以咱伫遮再来因请恳吼，因徛伫。咱顶礼拜有为着咱教会宣告事工来祈祷，来奉献甲祈祷吼。其实咱教会久长以来拢真重视遮宣告事工，拢有投入遮济遮个海内外宣告的事工的资源吼。咱特别你们向着大家没关系哈。这时阵咱做伙开喙来替因祈祷吼。然后牧师较来因祝福请恳咱出声来祈祷吼。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即阵因伫书记伫未来要参与伫宣教的事工，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伊，坚定因的心志，请做一个基督的精兵，为你做见证，求主你赐福保守。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呼召阮成做你的器具，互阮会当去甲逐所在来为你做见证。阮特别奉耶稣基督名祝福徛伫你面前遮个兄弟姊妹、少年的朋友，求主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无论去甲倒落去宣扬福音，主你拢甲因三甲伫地，坚固因的信心，坚固因手所做的工。透过因的生命来荣光你，来祝福人。互因无论去甲咱台湾角落，或者是海外缅甸的所在去宣教的过程中间，主你互因透过因的经历，真正去体验主的恩典、教也愿意。恳求主你大大赐福保守看顾因，保守看顾因的身体，保守看顾因手所做的工。阮将伊完全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你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搁一遍拍鼓来鼓励吼，求上帝使用因，加做真侪人的祝福。小可介绍者吼，咱伫国内暑期的宣教员的，请举手好无？暑期宣教员好，来，这个较少年的朋友好，要去到缅甸的所在参与宣教的，请举手咱好。咱持续为因祈祷也当为着因的事工来奉献多谢咱请最后牧师阁补充报告如果你若有特别需要人祈祷的咱请礼拜结束了会当来到头前的所在坐伫第一排咱有同工会服侍大家多谢。这是咱请起立来吟祝福的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们。
请坐，密岛谢温将受差遣。